各位朋友好，又係我揸 fit 同大家講下2026年5月13號星期三跑馬地嘅夜賽。聽晚呢，我係會提供第二場俾大家參考嘅。第二場嘅4班1200米，今場馬我嘅初選呢，就係2號嘅輕功猛男、3號嘅添開心、4號嘅環球英雄、7號嘅疾風才子同埋12號嘅聶寶勤。12號嘅聶寶勤呢，卒之咧喺佢第30場賽事咧打開勝利之門，咁喺嗰場馬咧仲要喺5班嗰度跑，咁佢排一個好靚嘅檔位，排一個1檔就負131磅，咁咧沿途咧領放翻嚟咧，由頭帶到落尾咧係贏咗嗰場馬，嗰場馬咧贏得嚟咧係幾輕鬆嘅，而係咧佢所做嘅時間咧係非常之好嘅，1分09個29，末段23個41，前又快後又韌。咁睇翻當晚咧有4組1200嘅賽事，包括2場4班、1場3班。嗰3場馬嘅時間咧都唔夠聶寶勤咧喺5班所贏嗰個時間咁快喎。咁佢仲要負131磅。贏咗馬咧就升咗上嚟4班，咁啊今場馬咧佢負磅咧負118磅，比佢上一場贏馬咧就輕咗13磅，咁排一個5檔，咁啊睇翻裏邊嘅1、2、3、4檔咧，近期咧出閘都唔係好快嘅，咁啊今場馬咧呢匹聶寶勤咧好關鍵性咧就係出閘嗰幾十米咧，佢可唔可以搶放出嚟貼住條欄？如果俾佢咧帶咗出嚟貼住條欄嚟走咧，我認為咧佢今場馬負咁輕磅，而上一場馬咧所做嘅時間又咁好咧，再加上咧近期咧佢喺從化咧是一個泥澤嘅1200咧，仍然咧係睇到匹馬咧嗰個狀態咧係保持得好好嘅。今場嘅12號聶寶勤呢，係我較為睇好佢，所以呢，我揾佢作為馬膽。2號嘅輕功猛男呢，咁佢喺4班贏咗2場呢個路程之後，升咗上3班呢，限於本身嗰個實力呢，喺4班呢作為不大。咁而家咧落翻嚟4班咧，咁呢匹馬咧喺4班跑谷草1200咧，都係一匹有實力嘅馬。咁最近咧神貨所見咧，我覺得佢狀態咧比起之前咧係有所進步嘅。咁排個檔位又好，排一個4檔咧，只要沿途咧守住喺遮檔位嘅4、5米咧，咁呢匹馬咧末段咧通常咧都有一段嘅走勢。今場嘅輕功猛男咧，我覺得佢有機會走入前3名。4號嘅環球英雄咧，已經連續2場咧贏呢個路程，咁啊加嘅分都加得唔少啦，由41分咧加到上55分。咁你睇翻佢最近嗰2場贏呢個路程咧，贏得嚟咧都尚算輕鬆。上一場咧同樣都係排一個12檔咁好快咧就走咗埋嚟咧，沿途咧守住1、2位咧直路一衝咧，咁咧輕鬆贏一個馬位翻嚟。復貨所見咧，馬嘅狀態咧仍然咧係維持得非常之好嘅。咁啊，今次排個檔位咧仍然係排得差，咁而且咧負磅咧都比佢上嗰2場咧係負重咗好多，負131磅咧，咁仲要排12檔咧係有啲難度嘅。咁但係咧最近2場馬演出咁出色，同埋咧贏得嚟咧都係覺得有啲有餘未盡嘅感覺咧。我認為今場嘅環球英雄咧都有一定嘅機會。7號嘅疾風才子咧出賽過2場馬嘅演出咧都係一般般，麻麻地嘅啫，冇乜嘢睇頭嘅。咁我揀呢個原因咧，揀呢隻馬嘅原因咧就係佢試過2次嘅1200嘅草閘咧都試得唔錯，同埋咧我覺得呢匹馬嗰個台型咧都幾好嘅，質素應該唔會差嘅。咁啊今次咧由阿莫雷拉跑咧排一個7檔咧，我認為咧佢都會有機會跑得近嘅。3號嘅添開心咧，咁啊最近2場嘅演出咧都係一般般，咁啊其中一場咧就因為氣管多血，咁另外一場咧佢跑谷草1000咧排一個2檔咧
都係跑得麻麻地，咁似乎呢狀態有少少滑落嘅感覺。但係呢，你睇翻啲阿馬嗰個賽績呢，佢跑呢個路程有3個第一、2個第二、2個第三嘅紀錄。今次呢，排一個8檔咧，由阿布文跑呢，我認為呢場馬呢，佢有機會喺直路嗰度後上追上嚟呢，跑翻入一個3、4重彩嘅第3、第4位。第2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12拖2、4、7， 3重彩單 T 4重彩4連環12拖2、3、4、7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論馬群組，同我哋一齊玩呢個連贏過關呢，付少少費用，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翻嗰幾句説話：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。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